台慶劇《致命復活》贏盡收視同口碑，全城都喺度熱烈競猜究竟邊個係陷害郭晉安嘅終極 Big Boss。本刊收到可靠消息，超奸嘅黃德斌為咗得到萬耳文，就一定有份害安仔噶啦。但終極 Big Boss 竟然係蚊蚊喎，行兇動機咪就係因為佢發現安仔同陳庭欣有奸情，愛嘅反面就係恨，所以把心一橫，策劃綁架懲戒小心同負心漢。不過蚊蚊深愛住安仔，最後都同安仔復合，但監製就爆結局兩人有凄美之吻，蚊蚊或者會喺其中一個結局死。劇入面蚊蚊最毒婦人心，但現實嘅佢同老公編劇陳13結婚16年，不知幾咁恩愛，仲迎合老公簡單生活，非常之慳家。今個星期一見到蚊蚊同女友人去又一城 shopping， 為自己同老公預備聖誕禮物，見佢主攻中價化妝品連鎖店，仲慢慢逐一格價，不知幾賢妻。除咗婚姻美滿，蚊蚊人緣都極好。上個星期四，蚊蚊出席劇集宣傳活動之後，約埋黃德斌同何雁詩踩落深井食 lunch， 蚊蚊全程仲笑晒口，不知幾 nice啊！